哈利喺2年前，即係2024年嘅時候咧，介紹過呢一個項目，2年啦。完成啦！哇，去到現場睇嗰個咁嘅天台河景，真係都幾震撼，幾開心，真係賞心悅目。恭喜晒買入嘅朋友啊！嗱，睇翻項目之前宣傳片介紹嘅設施，現場150甚至200% 落成，景觀有，美感有，燈光靚，設備完善，一個好靚嘅河畔嘅單位。睇每一個設施咧，都係真係匠心獨運，都幾完全周到嘅。確實係一個咧又可以做 home office， 又可以自己住得好舒服嘅靚地方。睇睇個示範單位啊，呢一個咧係一個55.5兩房單位嚟嘅。而家咧中層一房大約51萬，兩景嘅河房咧大約就要150萬到。咁有商量嘅，聯絡我哋曼谷買樓123。其實睇到呢一個兩房式咧，我覺得實用2個字就喺我面前啦。Chapter One Spark Chakrang 呢個項目咧，其實交通真係非常之便利噶，基本上可以4通8達去到任何嘅地方啦。MRT 就喺樓下，亦都接駁到 BTS。購物中心亦都係近在咫尺，生活配套係非常之咁完善嘅，難怪呢個項目落成之後呢，越嚟越多人嘅查詢。150 meter 就到 MRT 噶啦，聯絡曼谷買樓123，呢個項目叫 Chapter One Spark Chakrang。